今日同大家介紹下我哋呢隻長毛芝娃娃啊，咁佢就係啡白色嘅，又稱為係小型犬種嘅貴族啊。其實咧，佢喺眾多犬界入邊嘅成員入邊咧，佢係以一個極細嘅體型同埋精緻嘅外貌咧，贏得咗大家嘅歡心啊！長毛芝娃娃唔單止咧係家庭嘅忠實伴侶啊，更係被嚴重低估嘅犬種啊！因為咧佢其實係非常之聰明啦，同埋好勇敢嘅一隻狗狗嚟㗎。咁原產地咧屬於墨西哥啦，係屬於世界咧最古老嘅犬種之一。同大家講下佢哋嘅外貌特徵啦。咁長毛芝娃娃咧，佢最大嘅特點就係佢愛毛長同埋好柔軟，俾人一個咧又優雅又精緻嘅感覺。咁佢哋嘅眼好大啦，表情好豐富嘅，可以深情咁樣望住主人啊。唔好見佢體型細細啊，其實咧佢哋嘅身體結構咧非常之結實啊，同埋動作好敏捷。咁我屬於小型犬嚟嘅，大個咗之後咧，大概係1.5至3公斤左右啦。咁身高咧大概係15至23 cm 左右嘅。有興趣嘅朋友歡迎嚟到我哋銅鑼灣門市睇睇佢啊！